大家好，呢一部係央視最新嘅大型紀錄片《珠江》。我係一個祖籍廣東嘅廣東人，我都係第一次睇到有咁龐大而且係視覺非常之獨特咁去描述我哋珠江嘅大型紀錄片。如果你同我一樣都係廣東人，一定要收睇，去了解我哋嘅珠江。呢一部名為《珠江》嘅紀錄片嘅特別之處呢，佢唔係將我哋珠江單單從江河地理嘅位置去描述。有冇諗到我哋珠江同其他嘅河流有咩唔同啊？我覺得我哋珠江最特別嘅一個地方就係一個字：商。從趙佗建立南越王國，我哋廣州有2000幾年嘅歷史。大約喺2000幾年前嘅漢代，海上絲綢之路就喺珠江流域開始發源啦。外國嘅商船開始通過珠江進入中國，而中國嘅貨運呢，亦開始通過珠江運向海外。喺唐宋嘅時期係達到咗高峰，一直延續到明清時期。喺清末，我哋廣州係出現咗富可敵國嘅13行，呢一切都奠定咗廣州以及珠江三角洲喺我哋中國對外經貿史上嘅核心地位。呢一切都係因為我哋有珠江。珠江呢部紀錄片嘅製作團隊係歷時咗2年嘅時間嚟精心打造，8個攝製組係行程超過2萬公里，覆蓋咗雲南、貴州、廣西、廣東、湖南、江西6個省區，而且從拍攝嘅技術到製作嘅水準都非常之高，係值得我哋去欣賞嘅。睇下我哋大灣區碼頭嘅繁忙景象，珠江呢一部紀錄片係將我哋珠江嘅山脈、水脈同埋千年嘅商脈、文脈連通一齊嚟敘述，為我哋呈現好獨特嘅珠江文化。我細個嗰時，我阿爸就同我講：你係飲珠江水大嘅。作為一個廣州人，作為一個廣東人，我哋要去了解我哋嘅母親河珠江，增加我哋嘅民族自豪感。8集人民紀錄片《珠江》係喺2025年11月9號起喺央視嘅紀錄頻道、新媒體平台同埋廣州廣播電視台同步播出。你亦都可以喺你屋企嘅電視機度搜索 CCTV9， 亦都係央視嘅紀錄頻道，佢已經播放咗3集噶啦，但係電視係可以播回放噶嘛。記住啦，一定要收睇8集嘅紀錄片《珠江》。從南海神廟的千年香火，到粵海關的悠遠鐘聲，從市舶司的設立與演變，到萬里航路上的舟船穿梭，無不銘刻着中國從對海洋的敬畏走向理性治理的歷史足跡。珠江也在傳遞海不揚波、天下升平的東方理想的同時，編織着一個樸素的道理：最偉大的生意就是廣利天下，成就他人的同時，也成就自己。